香港娛樂大亨楊受成旗下嘅澳門英皇娛樂酒店公布今年3月止年度綜合業績，總收入按年增加6%至8.37億元，但係由於投資物業公允價值虧損3.72億元，故由盈轉虧1.89億元。今年3月31號，集團嘅銀行結餘同埋現金、短期銀行存款同埋已經抵押銀行存款總額為5.73億元，借款總額3950萬元。此外，帳面值為5.83億元嘅資產已經抵押於一間銀行，作為一項銀行融資抵押。集團另向一間銀行抵押銀行存款3210萬元，以取得約為3090萬元嘅銀行擔保，以澳娛綜合為受益人。根據集團同澳娛綜合訂立嘅服務協議同附屬協議嘅規定，集團履行佢向澳娛提供娛樂場服務嘅全部責任，同埋向另一間銀行抵押銀行存款30萬元，作為使用一名第三方向集團提供嘅船票售賣機嘅抵押。集團喺2025年6月9號已經獲澳娛通知，其同澳娛綜合之間嘅服務協議喺今年12月31號屆滿之後，澳娛綜合決定唔再繼續經營位於英皇娛樂酒店嘅博彩區。喺今年3月31號，集團僱員數目為659人，總員工成本為3.25億元。關注澳門事，了解身邊事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